大家好，今仔日要来分享一个嘛是可能对初学者来讲吼，实际上咧看文章的时阵会当着困扰。即个物件咱直接用真画面顶悬大家看到的即个例句吼，大家来参考看觅。来，读一下大家听吼。咱今仔日要去因厝林看电影，吼，即句安尼讲，大家应该拢知影意思。对初学者来讲吼，会有困难的所在会出现伫什么所在呢？我咧摇吼，应该是即个厝林，吼，住伫厝林的厝林。即个厝林呢，伊有两个会当讨论的所在吼。第一个是讲画两画，画两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吼，后壁即个你，吼，即个字对初学者来讲吼，对咱现代讲台语人来讲，可能会感觉怪怪吼。好，咱先来讲第一件代志，两画代表的意思吼。咱进前捌学过吼，一个词，咱若用连字符甲连做伙，代表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有完整意义的词。啊，伊的变调基本规则来讲，尾字吼，上尾字咱保持的原调，以这来讲，日第八声吼，悬的迄个声，日头前这两个拢爱变。好，咱过来复习一下吼，重新练习。金吼，金伊是上关音第一声，咱爱降落中变金吼，金啊，这个啊第二声对顶悬落来，咱变成调伫上顶悬啊，变成第一声，所以变成金啊日吼，金啊日啊，你若讲起来变金啊日吼，啊，这有一个连音，咱以后有机会去讲。啊，若画两画意思呢，伊就是咧甲你讲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头前的即个字，咱无要变调。你若甲变调落，读起来怪怪哦吼。咱试看觅，咱若甲变调吼，咱比如讲厝第三声变调是变成厝吼，变成第二声嘛吼，厝变成厝你吼，厝你即个若莫变调，即个变调变厝你，哎听起来足奇怪吼，你会听无？讲的你讲啊，人会听无？所以讲伫即个所在，两画代表吼，即个无变调吼，咱保持原调，厝第三声厝。啊，后壁变成一个叫做轻声的物件吼，也变成一个你，吼，变成你这种轻声的声调，所以变成原调厝你吼，所以咱个读一下吼，咱今仔日要去因厝里看电影。啊，第二个会当参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吼，这个物件是我个人无，其实我无解了解啦吼。我咧讲的时候，我袂讲厝你，我袂讲你，我会讲恁这个音。我嘛看过有人安尼写，有初学者安尼写。我无确定的代志是讲，到底我爱读做恁吼，厝恁啊，当然原调是啥我毋知影啦吼。我爱读做厝恁，毋是读做厝恁。到底是因为发音的一寡腔口的差别吼，还是讲即个物件伊是较以早的台语会安尼讲啊？后来毋知啥物社会因素演变成恁，这我无确定吼。毋过呢，会当甲大家确定的是讲，你若咧看白话字的文献咧写吼，拢是写字吼，你吼你啊，恁就甲即个物件记起来吼，厝恁、海恁的迄个恁，就是即个你。啊，佫有另外一个吼，有个人吼，所以即个我先甲你讲吼，即个莫安尼写，我个人嘛是无安尼写，我拢会写即个写法，主流的用过白话字文献底写法。佫有人会写第四声，你查字典吼。有的是写第八声，有的写第四声。我个人是拢写第八声啦吼，我拢写第八声。啊，第四声到底对一个对，对一个毋对吼，这我毋知影。毋过咱来参考一个物件，吼，这安尼大家看无吼？其实我嘛看无，一直我嘛看无啥有。这是台日大词典内底有收的一个例吼。我介绍大家听，咱去查这第八声吼，伊伫歹势伫遮，你吼你。伊讲啥物去加强伊的存在的意义吼？咱来看一个即个例吼，伊会讲去山林捡茶吼，家人伫卖吼，伫街仔顶悬有伫卖啦吼。下远有伫厝林吼，行下远有伫厝林吼，早时无，比如讲安尼。啊，一个权伫伊的手林吼，权力吼，落伫伊的手林。等等，这个意思啊，这是有翻译过的物件啦吼。啊，伊有大家若有兴趣，当去点这个原册迄个 scan 啦吼。
伊 scan 出来是像安尼，吼，像安尼，咱都有看到吼。这是台语大词典内底迄 scan 落来的图啦吼。汉字会写做即个字吼，你吼，歹势你。伊遮就是甲头拄啊，咱头看到迄翻译个对，甲遮字语翻过啦吼。其实迄翻咱莫要求像因为做这代志吼，做忝头的吼，互大家看大概有迄个意思就好啦吼。当然，你若是语会晓的人上好吼，这物件你就会当起来做参考。当然这是较英规啊，因迄阵日本时代收的语术正确的程度到偌悬吼，这我个人无介了解吼。咱头拄看到迄个例句吼，拢伫即个所在吼，拢伫即个所在。毋过呢，咱若搁去找一个线顶字典吼，你若查第8条吼，查袂着即个意思，你要查第4声调，你要查你袂当查你。你要看伫遮吼，伊有写嘛吼，你即个伫厝林伫海里，伊就是安尼写，有无吼？伊写第4条。所以讲，即个物件到底是要写第4条，吼，还是要写台语大词典内底第8条？我嘛毋知影对一个正确是讲两个，其实拢会使吼。毋管安怎讲，伊拢是变调背的物件。伊咧写，以我所头壳真想会到的吼，全部拢是即种写法吼，就是头前一个地点所在，毋管是海啦、水啦、迄个云啦、吼天顶飞云啦，还是厝啦吼。山洞啦、街仔路顶一个场所，后壁一个你，吼，爱拢变轻声变你，所以毋管你写倒一个，你变了以后拢是轻声吼，其实袂去造成你发音读的困扰啦吼。